姐夫啊，与人相处的时候有一点小秘密，我比较喜欢跟长相年轻的人交流，因为这种人往往不简单。姐夫说了，不是他的长相，而是他的状态。一个人的脸啊，就藏着他的价值观跟他的内涵。你别不信，那些脸长得年轻又饱满的人，他的身上肯定有几个难得的品质。比如说，他肯定有一个很稳定的内核，就是说他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哪怕遇上突发的情况，都可以不急不躁的处理。这种人往往很大度，不愿意跟人家斤斤计较，也很少会情绪失控。这么的人和事都能温柔对待。其次啊，他往往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强的人。人到中年啊，还能保持状态非常年轻，他一定付出高乎常人的努力，不仅体现在身体上的纪律，还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，不会轻易放纵自己，更不会浪费自己的生命。最后，他肯定是一个通透简单的人。但聊天上吧，一个人的容貌跟他的心境非常正比的。一个人细细简单，少有算计，眼睛里面才会有光，所以看上去比同龄人更有朝气。这种人啊，是世故不世故。他们看清了生活，不过永远热爱生活。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生命很有希望。所以，知道为什么姐夫愿意跟这种人相处了吗？